同学。不知道他还记得1年前下雨的那个夜晚吗？礼物真的很多哎，比去年还多哎。光，你不现在拆礼物吗？嗯，先等我这边练完。哪有人生日在练琴的？你先不练，他也不会发现啊。琴不能不练，手感还不见。而且我要把老师交代的都练完了。啊，不然现在吃巧克力。生日快乐！喜欢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款的？拜托，我那么懂你耶。我爸妈今天晚上有订很好吃的餐厅，要不要一起？我今天不太方便。又是他吗？他真的有这么好吗？我看你常常都不开心呢。他也没有你讲那么糟啦。他是没有照顾好你。今天该被照顾的人是你耶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唱的太难听，我都弹错了啦。好啦，那我先去社团拿东西，回来再找你。拜拜。祝你生日。妈，我回来了。Happy birthday！ 哇，你收到好多礼物哦。对啊。你看，妈妈帮你外叫了一桌你爱吃的。Love you, mom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啊，对，我也跟 Justine 老师请假了，今天你就好好享受生日假。爸那边 OK 吗？喂，对，我们已经要出门了。对，这半小时的高铁。好，你先帮我们 hold 一下哈。好，哎，爸爸，你好了没？他们在吹了。That's what I'm paying you for. Get it done. 放你1天假，落后的进度明天自己记得补回来。发文单字回来我会抽考，还有你上次化学考的实在是太差了，帮你换了个老师，认真一点。过了今天，又大了1岁，要更懂事。想当初爸爸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广广，这是爸爸跟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我们会出门几天，你有事情打电话给我。OK。Happy birthday。
小蜜姐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我还刚好，你来试试看这味道怎么样？哇，好香哦！哎，今天嘴边怎么剩这么多？特地留给我儿子吃的啦。哇，真的。怎样？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吗？怎样？怎么跟爸煮的这么像？很像啊。这样以后想他的时候就可以煮啦。去前面吃，走。想吃吗？哎，骑车不看路哦。干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搞什么鬼啊？
我配一杯给你好不好？可以粗一点吗？好好。不好意思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脚踏车。怪啊，我刚刚明明不在这里。脚踏车都要欺负我！